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汉墨，非常开心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进行书籍的分享。今天我带来的呢就是这本叫做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的绘本。故事讲述的呢是小兔子和大兔子之间关于爱的温馨又温暖的小故事。希望在这个冬天也能够将这份温暖带给你。现在别着急，请放松身心，让我来读给你听。小栗色兔子该上床睡觉了，可是它紧紧地抓住大栗色兔子的长耳朵不放。它要大兔子好好听它说：“嘿，猜猜我有多爱你？”它说。大兔子说：“哦，这我可猜不出来。”这么多，小兔子说。它把手臂张开，开得不能再开。大兔子的手臂要长得多。我爱你，有这么多，它说。这真是很多啊，小兔子想。我的手举得有多高，我就有多爱你，小兔子说。我的手举得有多高，我就有多爱你，大兔子说。哇，这可真高啊，小兔子想。我要是有那么长的手臂就好了。小兔子又有了一个好主意，它倒立起来，把脚撑在树干上。我爱你，一直到我的脚趾头，他说。大兔子把小兔子抱起来，甩过自己的头顶。我爱你，一直到你的脚趾头。我跳得有多高，就有多爱你。小兔子笑着跳上跳下。我跳得多高，就有多爱你。大兔子也笑着跳起来。它跳得这么高，耳朵都碰到树枝了。哇，这真是跳得太棒了，小兔子想。我要是能跳得这么高就好了。我爱你，像这条小路伸到小河那么远，小兔子喊起来。我爱你，远到跨过小河，再翻过山丘，大兔子说。这可真远啊，小兔子想。它太困了，想不出更多东西来了。他望着灌木丛那边的夜空，没有什么比黑沉沉的天空更远了。我爱你，一直到月亮那里。说完，小兔子闭上了眼睛。啊，这真是很远啊，大兔子说。非常非常的远。大兔子把小兔子放到用叶子铺成的床上，它低下头来亲了亲小兔子，对它说晚安。然后它躺在小兔子的身边，微笑着轻声地说：我爱你，一直到月亮那里，再从月亮上回到这里来。好了，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不知道你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心里很暖呢？其实有时候爱就是一门学问，它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，也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传授。书中大兔子和小兔子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表达着对彼此深深的爱意，
既浪漫又充满了趣味。我也希望在现实生活中的你呢，也能够勇敢地去表达自己心中的爱。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也喜欢读书，欢迎关注12月11号上线由 B 站出品的5集人文纪录片《但是还有书籍》，更多精彩书籍和分享者正在等你来哟。